電商平台楊小咩母企量化派香港招股，代號2685，公開發售133.5萬股，佔發售總額約10%，定價介乎8個8至9個8，每手500股。入場費近4950蚊，下晝24號截飛，預料週四27號上市，集資最多約1.31億元，回撥安排採機制 B， 另有15%超額配股權同發售量調整權。量化派上市之路坎坷，計埋前身量子數科先後5度遞表香港上市，一次美國申請上市，新近剝離為金融機構提供嘅借貸撮合服務，8年上市夢先成真。量化派現營運中國電商平台楊小咩，佔集團總收入98.1%，最新月活躍用戶93.7萬人，月付費用戶約6.6萬人，回購率41.6%。回頭客11.4萬人，平台產品涵蓋消費電子產品、食品飲料、家電、化妝品等。2022年起，進軍汽車零售線上到線下平台，協助汽車零售商線上引流，顧客線下買車。截至5月底止5個月，量化派總收入4.14億人民幣，日利1.25億元。去年財年計，收入2.99億元，日利3470萬元。收入主要嚟自向業務夥伴提供撮合服務，小部分嚟自廣告投放。